各位大家平安。啊，感谢主，上帝我来咧活命，我来有这个恩典福气，我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伊。啊，今日哦天气特别好，我透早安尼无想哇，遐出日头大日头，天气特别好。因为咱知影咱教会吼，无输定咧烦恼就是讲，你若天气较歹吼，咱较老一辈吼，哇，迄个身体哦，拢会受到足大影响。 哦，感谢上帝，吼、哦，咱有即个好的天气，咱而且会当啊，佫较会当专心来敬拜甲服侍。啊，伫中秋会有讲啦吼，无输即个罗马书啦吼，拜神查经啊，有的人伊大合上，咱知少年人拢咧拼经济，大合上袂当来，袂要紧。咱礼拜日无输用一个短时间，甲咱做伙看吼，罗马书。 即摆是看迄个第一章啦吼，第一章第1节到第7节的所在，吼，第1节到第7节，顶下有讲过啊，吼，讲到即个，吼，即个影响，就是讲对当时的即个马丁路德吼，啊，有无改变其他家奥古斯丁啊，是马丁路德，吼，互速度佮倒转来圣经的真理的中间，所以啊，对即个报道家John Wesley，吼，因为伊知影因是称义的真理，所以当享受得救，迄个。 较久的一个平安甲喜乐，那佮继续，哦，这是序论啦吼。有关的罗马书的作者，哦，咱对迄个内政还是外政来看，哦，就是讲对外口甲伊本身，哦，本身伊的证明，啊，甲人对伊的外口来咧证明伊，哦，当然迄个中间有一个咧讲法啦吼，无说伫遮，当然咱知上好你拜四会当来啊。 哦，拜四会当来，无需要咧解说啊，是讲咱伫咧信仰上要咱甲你讲，你会当明白。啊，那直接要讲哦，大概甲你点一下，哦，点一下，互你知影。对内政较重要，拢是啊保罗所写。那伫什么时阵写？伫什么所在？哦，你若对咱咧查经过去咧查经速度的原理在书第1节到第3节有无？保罗伫第3版语言的中间，迄个会证的中间，来到哥林多。 伊遐停3个月，超过3个外月的时间，所以会使讲伫咧即个主后57年，即57年即个春天到60年之间，伫咧哥林多的所在所写，哦，根据即个学者哦所研究的吼，咱对今日对第1节到17节，哦，第福音咧讲伊福音的概要，哦，第1节。 到17节来做就是福音的概要，哦，就讲福音什么是福音？所以罗马书是保罗伫咧批写叫我上长的一卷书，拢都有7114字，是一本小小的论文，也是系统神学的一个足重要的手册吼。但而且咱来看吼，第1节到第7节，就是作者伊本身开始咧介绍伊家己有无？伊开始一个开始就是安怎咧介绍伊家己。 啊，作者的就是讲，咱看起讲第1节到第7节，特别是第1节，哦，咱看咱你掀开罗马书来，哦，咱来翻开罗马书，你若掀开上面，你掀开罗马书，啊，听牧师咧解说哦，来你小可了解吼。啊，加讲耶稣基督的罗卜，保罗有无？耶稣基督的罗卜，所以你看咱定不是咧基督的中间讲上帝的罗卜有无？哦，上帝，阮是你的罗卜有无？阮是你的鲁比，阮是你的罗卜。 哇！迄个圣经内底，咱有当时咱咧基督中间，咱嘛照保罗所以你看罗马书，你甲掀开第1章，第1节，哦，就伫遐咧讲伊咧介绍作者的职分，哦，啊，伊的名是啥物？叫做保罗。啊，伊的名即个保罗是，伊是即个罗马，伊是咧后来叫保罗，其实伊前头叫做哪？扫罗。啊，伊后来改做保罗，这是罗马的所咧用的名，哦，罗马人所咧用的名。 伊本来是用希伯来名，叫做扫罗。啊，迄个扫罗的意思是讲，上帝伫遐咧呼求，哦，因为伊定定甲迄个外邦伫遐咧接触，所以后来伊改用啊罗马的名，哦，罗马的名就是保罗。啊，这一个暗示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，暗示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。哦，伊毋是用耶稣经12先有啊，毋是，伊是后来有塞罗马卡上帝啊呼召伊。 啊，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，是对迄个哦系统啊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啊。所以第二，
耶稣基督的罗卜有无？第一节有无？你看，讲耶稣基督的罗卜保罗，有无？所以保罗伫这时阵将耶稣甲基督连结做伙，哦，有无？耶稣基督，你头一摆咱看到耶稣基督甲连，耶稣啊甲基督甲连做伙，哦，咱知耶稣嘛是称呼耶稣个基督，哦，这是以赛亚的迄个称呼啦，吼，伫旧约圣经有启示以赛亚的称呼。 啊，结连做就是，伊就以色列哦，久咧等待迄个比赛啊，哦已经来到，所以上帝国度啊啦，已经降临，哦，所以耶稣基督头一甲结连做伙哦，你去看圣经内底，耶稣通常咱看到耶稣，但是咱无，你最后无看到基督，哦，后来你看，保罗在甲结连做伙，讲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即马，咱基督，像咱讲做耶稣基督哦，耶稣基督。 哦，啊，这是比赛啊，的一个基督是迄个比赛啊，早是迄个百姓，迄5万有一个比赛来的，迄个基督拯救者，哦，生命，迄个拯救者，哦，迄个意思，上帝讲伊个讲。过来你看这个罗卜，伊个原本是罗卜啦，吼，卜林，有无？汉文咧讲卜林，有无？耶稣基督的卜林，啊，伊个原本是叫做罗卜，所以保罗家己称作一方面咧显出伊。 归属伫耶稣基督，啊，一方面就是显出伊冤家的职责，哦，所以毋通袂记，咱拢属于耶稣基督，所以无书无咧甲咱讲，咱拢是属于任何的什么政党、什么党派，咱都是属于耶稣基督，哦，耶稣基督，咱都属于耶稣的，哦，所以一方面显出伊的冤家的职责，来伫伫新旧约的时代，既然侍奉上帝啊，拢称作啦。 上帝的罗卜，上帝的福音，就是讲基督的福音。啊，这是后来有强称啦，哦强称。啊，但保罗做罗卜是伊甘愿、甘心乐意的，哦是伊甘心家己啊放弃伊家己的。保罗先生伊本来是一个真出名的人，伊是伫加马列文的门下，哦，伊是当时是最有学问的人。 哦，所以你要了解，当时咱若咧查经，你若数路的专业，看着讲保罗先生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哦，但伊做罗卜，通常讲啊，我做你的罗卜嘛，吼，有种啊，我就做你的车就对。哦，所以伊是出于甘愿、甘心乐意，嘛袂，这是咱的信仰，咱的机会。今日来到教会，你做上帝的囝儿，还是做中级的人，嘛袂记，你是甘心乐意的，毋是勉强。我说要甲你讲，你也出于勉强。 迄就无共啦。哦，毋是你是足甘心乐意，我甘愿放下我家己，我甘愿我爱牺牲淡薄的时间、精神来到教会做啥物？哦，所以还佫一遍提醒咱的同志，你就爱做同志的人，你就一定爱牺牲你的时间甲精神。哦，人你绝对一定要牺牲你的时间、精神，做去做上帝的工。你讲啦，安尼做有啥物？ 有啥物理啊？圣经甲你讲啦，无空工。所以试看卖，牧师定咧甲你讲，你会记听牧师咧甲你教导的话语，嘛袂记牧师咧甲你讲，你着爱听。我来到咱的教会，我着咧讲，你出入，我透早来吼，我听到演员咧讲，啊讲哦，现在人啥物人要出车祸，啊拢受伤啦，又脊骨啦、啥啦、打咧，变啊骨头弯去啊啥种，会记牧师来到咱教会，你会记。 牧师甲你讲伊出入，无论你徛底尾、学倒摆，拢得爱祈祷。你拢毋听我，你讲无相信我甲你讲。牧师甲你讲，我来到教会咧牧会哦，我拄着足侪信条，我无甲你，我拄着上帝伫咧业力的中间。啊，你无听的时阵，你的结果是啥物？你有听牧师咧甲你交代、甲你讲，你着爱会记咧听。牧师甲你讲，你着爱记。 千万你着真正逐时阵你着安尼记住，哦，我咱教会讲实在啦，你撒旦啊咧做工哦，有无？一工干无你出车祸就好，啊，我倒摆起来撞啊！你讲啊，无错啊，我无法度，我着安怎拄安怎？你撒旦如果透过这个代志咧，甲你破坏咧，哦，牧师要甲你讲，你着会记咧祈祷上，祈祷上，哦，上帝甲你顾守，甲你保守。虽然你讲。 讲实在，我全家我当然伫迄个过年中间迄个了解哦，迄了解是较意外啦，了解当然迄个是不可抗力的啦。
阮家里去外口安尼，嘛毋是阮家己去外口去钓着，家里去外口，我是讲这无啥物代志的，这看清这个了解哦，啊无戴口罩，哇，结果逐个拢钓，所以无法度，但是上帝保守，上帝保守，茫袂记，你伫每一个时阵拢来祈祷上帝。当上帝，你感觉，你经验到迄个，我即摆我对着老教，我在讲迄个艰苦啊，咧爱弟叫我有伫咧上帝，上帝你像人咧讲，哎哟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，你讲咱拄着代志，拄着困难的中间，哎呀，迄上帝你伫倒落，安尼规身躯安尼加润顺安尼酸痛，迄种我落去装着落参加装着落规大路安酸痛，我甲在马仔我有叫马仔拄着坐我的车咧，到尾我驶落到清水的时候，我无法度，我马仔你着甲我，落来规个拢马仔咧驶安尼甲斗稳当啊，无安尼安尼胃冷安尼，佫叫，但是我较早我规条路拢挂口罩，我规条拢坐车顶拢挂口罩。我只逐个上帝咱有当知影，我规大拢挂口罩。我就之前忽然间，迄个罗牧师敲电话来，从来因捌咧搞阮电脑的，忽然间有一天我看到讲，迄个伊兰表内底有无？伊兰表内底，我迄个王朝伊伫我遐咧坐啦。我就忽然间接到罗牧师的电话，哇，真久无看到你啊！伊就看伊兰表，讲我是退休安尼，敲电话咧甲我问好，讲哇，你即摆伫倒啊？即摆伫到的？哇！后来发现第二个医生讲啦，你袂当去教会哦，你绝对毋通去啊！我讲无啦，明仔载我去讲就讲，你若要找死哦，你去，你就去袂要紧，这足严重的代志。伊讲我戴2个口罩呢，我咧甲你看，我戴2个口罩，你绝对毋通去。遐济人的所在，当然咱上面考虑到真济。我就毋要甲王朝咧讲，咱明仔载拜六嘛，拜六我哇，那死啊！咱明仔载毋知要找啥物人来讲到，佫过时啊，有人大家拢放假等去。我甲你啊，拄啊有一个牧师敲电话我，拄啊咧甲我问好个，我通敲互伊。迄牧师他住伫台北啊，因囝嘛伫咧台北啊，好佳哉，毋是伫咧南部，伊本来是伫咧南部，甲我同工诶，伫咧高雄啊，甲我同工罗永树牧师啊。我后来想讲奇怪，伊才走来台北，伫咧新北头，迄个退休诶牧师，拄啊好，因囝伫台北。我就想感谢主，拄啊找到这个牧师，拄啊来替我工作，拄啊拜六时啊，你都甲讲的，你可能间临时的，感谢上帝上帝一切拢甲替你安排好势啊，所以早拢知影。咱袂记，咱做上帝老婆，甘心乐意，咱袂记，你的心境甘心乐意，甲你无甘无怨迄做起来效果无他像，有啊，出伫甘心甲你。做甘无啥个迄种，迄就是咱爱去学习的功夫啊，爱甘心乐意。第三，放掉最疏导。咱讲伊有无？第一节有无？放掉最疏导有无？放掉就是讲放掉命嘛。保罗即就是放上帝恩调，正最疏导。疏导迄个原文apostolos 这原文的意思是。这叫车欠，这叫车欠的意思。咱头先有无？牧师你来这条歌你会记的？牧师你讲啥？车欠我，有无？咱咧唱这条歌有无？车欠有无？受上帝来车欠。牧师要来讲，上帝车欠你做啥物？伫教会内底，上帝透过牧者咧车欠你做，你上界大的福气，我甲你讲。牧师要来讲，你着听的，你上界大的福气。咱伫教会咧侍奉咧服侍。你会当做上帝工，你上大上帝甲你大赐福气。咱盲眼来看干净，所以来讲，你盲眼看干净。咱无讲啊，有对滴豆豆咧问你的上帝伫倒咧，有无？对滴豆豆咧问你的上帝伫倒咧。有无？圣经上不是这个诗篇的作者，也不是咧问你有无？对滴豆豆咧甲你问你的上帝伫倒咧，有无？拢像约伯有无？你的上帝伫倒位啦？无你拄着遮尔艰苦，病无囝拢无去，厝体也无，人拢袂个破病艰苦，规身躯拢病。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拢是你茫袂记约伯教会安怎？恁家己倒去看，约伯记教会约伯安怎？所以茫袂记，还袂到结局啦。咱的人生
咱每一个人生，咱也要到结局哦 ，OK， 这是一个关闭的哦传递吼，甲使命的交通，哦，这重要紧，来德派传上帝福音有无？咱搁继续甲看有无？德派有无？德派，这个原文的意思，哦 ，aphorismos 吼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吼，是分别的意思，德派有一种分别出来，甲你分开，哦，像咱做基督徒的人，无主会讲分别。哦，我顶日爸我讲，无你听到你听到你若甲无信的人共款，甲拜的拢共款，甲其他拢共款，那安尼，咱听到你要什么？我有当真怀疑讲，无咱来教会咯，你来教会就是咧学习论练，牧师咧甲你教导。我咱所读的圣经有无？咱所读的圣经，提摩太前书，伊遐甲恁讲，这代志你爱稳去做，你爱直接专心，互众人看出你的忠贞，赞。咱搁看，你有人看圣经，你注意甲看，你有趣味，你注意甲看圣经，读一材料，你甲看后壁你讲啥？你着爱谨慎家己甲家己的教示，伊这代志爱恒心啦，哦，慢慢咧半中途落车，因为安尼行，佫会当救家己，佫会当救听你的人，救家己，佫会当救听你的人，来救，你莫袂记，哦，圣经上帝话，你甲因讲啥物？哦，你就爱会晓照上帝教示去行。哦，保罗佫分别出来，佫再分别出来，专心去遐咧讲起，咧解说甲传福音的一个福音。所以做罗卜的人甲使徒的工作，就是要为着安那要传福音。所以就万袂记，咱今日伫教会，咱来学习要创啥？毋是要互咱变做啥物的，牧师在咧甲你提醒，毋是爱你要变做啥物，就是你爱装备你家己。装备你家己，目的是啥物？传福音，要传福音。一个目的了，你就是装备你家己，你有这财万知识，你要记哪就是传福音。无你要传福音，你家己拢毋知，啥人拢毋知。哦，安尼你是要安怎传？毋通袂记，传福音重要紧。哦，所以一连串的新闻、职责、使命甲工作，来显出伊的生命是一个神圣的。托付哦，神圣的教导，变像咱今咱做宗教人，咱伫教会咧做啥物？做上帝囝儿，咱拢共款。其实咱拢是一个上帝交托咱，上帝叫调你、精选你、封调来做伊的囝儿，做伊的妻眷，还是做中职也好，还是真做会友也好。啊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恩典啊！牧师要甲你讲，你莫看轻这个恩典，你爱看当你家己这种的。使命这种的交通，这种的职责，这种的身份，你做上帝罗卜的时候，做上帝囝儿的时候，重要紧吼。OK， 咱下面吼，因时间的关系吼，牧师莫讲太多。咱这下面咱再搁以后再搁来继续讲。你感觉，那你也知影罗马书哦。是遐尼简单的查考的，你敢若一集哦讲规大堆咧，你讲袂了，我来伫咧甲你讲的时阵，讲一集讲袂了，啊，所以这是真就无简单的一部册，咱讲系统心学啦，哦，内底有足侪心学顶的物件，比如三位一体论，哦，讲到三位一体论，哦，啊，讲到这个真侪迄个论算的物件，哦，啊，所以毋是遐尼，哦，像咱想象遐尼干，不过你一定爱来。爱来听，你拜时无来，你拜一定爱来，哦，爱来听，这就是学习，哦 ，OK。咱倒转到咱今日的主题，哦，我袂记，牧师啊，你甲咱讲，咱今年的主题吼，就是成长甲关怀的课程。本来是先开始就爱讲，无，但是咱拄着20周年啊，啊，继续迄边萨摩尼啊，继续迄个西礼甲圣餐啊，有无？我牧师要甲这个主题要较紧讲，互咱知影，要甲咱去一个拖到今仔日，牧师才甲咱三甲做伙来，咱今年的主题成长甲关怀，成长甲关怀安怎？哦，上帝要安怎咧甲咱讲，咱做伙来学习啦吼，哦，做伙来学习。咱旁袂记，今日也是上帝所写的日子，所以咱听啦。
细声哦，到尾无啥食，我拢无食早餐，我无食早餐，我拢比较，我逐礼拜我到尾我拢无食早餐，我声拢比较大声。咱是讲有信心无啦？信心也无得救啦，方面你要有迄种性格，所以我咱做基督徒，你要足积极，所以积极甲你安尼说无咱无咧，我查足济，我足积极的，你面对什么？面对困难条件，你都有当去克服，对。当然方面嘅，我靠上帝，我咱讲，哦，所以咱是有信心嘛啦，得救啦，咱相信世界，对上帝给你帮助我。佢一百万来到你面前，我敬宝在主啊，给你帮助我，我哋一日软弱，一日软弱，我哋做到一日困难挑战，伫我哋家庭，伫我哋事业，伫我哋本身嘅顶面，绝对有一个人超，一个人伊嘅腰脊骨受伤，主，你出你关键嘅成就来医治甲帮助我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我活命嘅主，我相信你要医治我，要帮助我。那今仔日，我正想咧，佢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做帮助你的老公所讲甲听，讲白白了了，安尼感谢基督，拢上过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成就甲关怀，吼 ，OK， 圣经就是菲律宾，吼，而且用，咱主题，咱记的主题牧师其实足早我拢拍第一章内底，第五代前书，吼，菲律宾第一章25代，4到5代，吼 ，OK。佫是新的一年，咱面对这个新的一年，吼，所以今日是2月啦，吼。有人讲话，咱拢20周年，咱咧庆祝，庆祝。当然，继续还佫有庆祝的代志哦。咱日期的中间，咱还佫把迄个设计个周年，咱还未甲压掉，还未甲用掉呢，咱放伫面顶的中间，吼。OK， 20周年哦，永续的年咧，20岁咧，吼，拢袂记。咱就爱好好着继续增长迄个意向，所以牧师定期的主题就是成长甲关怀，咱做人心。咁要就期待咱继续增长，仲我将要学习关怀的工作，咱才能互咱的教会量会增加，甲质会提悬，来得到好的成果。头面质啊吼，质量，哦，咱定咧讲的质量，迄个 quality， 哦，你买一罐牛奶，你买一你最要紧鱼量偌低的有无？但是啊，小一个遐小小啊一杯仔囝尔，盐用偌高单位的，你知无？我妈妈即马拢食迄，我一个月4000块，啊食迄一罐，安尼一罐你拢无食，敢若你食迄一罐，我看遐长期甲看哦，即个卖长期甲看，精神偌好，你感觉？啊你食迄一罐遮细罐安尼，我足奇怪哦。安尼拢无食饭啊，拢无食啥物，敢若啉一罐的，你即马拢食袂落，敢若啉一罐小小一罐尔，哦。看到遐目睭啊，佮我妈妈90岁啊，目睭啊毋免挂目镜，我这目睭都咁要害伊啊，伊个目睭拢毋免挂目镜，我等伊哦，啊，起码你几点转来？我写伫个铺册内底哦，你几点到遮？啊，你要转去几点哦？哦，伊拢写伫伊铺册内底呢。啊，拢毋免挂目镜呢，拢安尼写哦，90。应用分真厉害，一罐小小罐啊，你茫看一罐小小quality，所以牧师爱讲，咱定咱教会咧牧会经验内底，定几样我爱偌安怎？你进无，你进拢无，你无迄个 quality， 你进无的时阵，你讲你无装备，你话问你啥人拢毋知，安尼无好，安尼袂使。哦，信耶稣的人，你绝对茫去拜拜，啊，你咧拜啥？我也知。阮爸母就叫我拜，我就做伙拜。哇，那害啊！咱甲拜有些无样，办袂去。你一定爱读上帝，你一定爱来查经。哦，查经上帝认真。啊，袂晓的你爱问。哦，你爱甲牧者问。哦，袂晓的你来问。这啥人咧讲什么？圣经上帝话是万里深刻，无做来甲你讲。哦，然后你咧看圣经哦，然后我。佮别礼拜创啥物？你圣经一段圣经内底，你有哪你咧看？真正有哪迄个时阵咱读起来，你有哪你咧解说圣经？有哪咧看上帝话？啊，隔者迄头壳咱读起来，你我解说袂记，读袂记，这是咧甲你讲。人的知识有限，人我定咧甲你讲，咱迄谦卑啊，毋通就是你答案拢会，答案拢足够的。哦，你毋通自高骄傲，无需要甲你讲。
上帝咧甲你教示的物件，帮助过骄傲，爱足谦卑，啊，感觉我足合蛮足袂，所以你毋才会当来接受。人甲你讲，你若家己定拢甲你感觉足够的，我甲你讲，你骄傲的人拢伫你的内底，你的一世人永远就是安尼，无需要甲你讲，你永远就是安尼，你没有办法长进。哦，这是无需要甲你讲，你来到万民教会，无需要上帝差遣人来教会，我无需要讲，你教你正确的观念思考，放袂去。你绝对爱伫咱来教会，也是伊牧师甲你教伊正确的观念甲思考。哦，你嘛会当甲我挑战啊！哦，你感觉伊牧师讲的，你无你甲我讲，你甲我问，你甲我挑战。我迄牧师你讲的，牧师都係伫咧讲道中间有当点一下，我都甲你解释遐济。哦，啊你问啊三日一句。哦，啊，就食到啊，牧师你讲啊，无听后壁你讲什么，忙袂记，忙，你就是爱人听，哎，那个啊，牧师大概重点在甲我讲，哦，所以忙袂记，所以教会成长的原理，几个观念咱就来明白。一间教会人数来源有三项，第一是生人，有无？所以牧师毋知讲咱少年人爱生较济，啊，嫁来教会啊种嫁。也是讲，带入来有无吼？来鼓励用生较济，啊，这咱教会自然成长嘛吼。你着生较济，慢慢咧生一个就好啊。哦，生较济，生来就启动个家庭出生人口，转来对别间教会比如哦，技术啊吼，或者哦，儿金啦吼，儿金啦，我拢甲叫技术哦，叫我当演啊，就是哦，当叫技术啦吼，所以伊是对别间教会，你其他教会搬出来，种就职、结婚等等，或者有其他因素来迁入咱的教会。啊，对无信的来，哦，无信的接受福音来加入教会，就当老师，哦，伊是对无信来接受福音，这真正是真正成长的。嘿，所以咱3、4当来，至少有一个无信的。爱来洗咧，我甲你讲啊，3、4当来，你是我今日，阮咧早起中，我牧师甲咱嚟看，伊咪讲哦，你今日要传路，有当你传啊会当，你了无？我看咱拢去传统去咧分传单，分啊到尾啊，我看逐个分啊诚烂的，我你有当时啊，你就无去分啊。你甲讲啊，讲啊诚烂，你知道无？有人甲你反对的，有人甲你讲东讲西的。哦，你要共传录音啊，我咧甲你讲来，我咧会甲你反对，啊，你有人啊，哦，传啊足难的，你家己，特别是咱个背景有无？你若过年时啊，搞个元宵节搞啊，拍开电视拢咧讲一寡无信的啦，有无？讲一寡迷信的代志啦，哦，拄一个紧口偌兴的透早，伊就去抢什物香啦，哦，啊咧电视拍开拢咧讲拜拜啊，有无？你电视逐台拢咧讲啊。所以有当时你伫即种环境甲背景下面，你要传落去，真正是难，比顶顶更加难，真正比什么更加难，所以唔方便。哦，但是咱要有个观念，你的观念爱清楚吼。OK， 生来甲转来，严格讲无算成长，只有对无信的进入到受洗，这才是算成长。哦，牧师咧讲啊，已经教会走来，已经教会走来。啊！伫个过歌会走来，咱丢了话，咱丢了走去过歌会，哇！过歌会偌欢喜的，吼！啊，今日佫加偌济人，啊，其实各位丢了话去的，啊，你基督徒的人数也无增加，哦，圣道会走去圣道会走来，咱遮嘛无增加，你本来就是基督徒，只不过你是走来走去，无一个定性，安尼唔好。OK， 咱通常教会信徒的减少有4种情况，就是死亡。转出去，哦，啊种你犯着戒规，有无？甲你开除啦吼，开除的意思啦吼。啊，咱常常看啊，基督福音救台湾，有无？咱定不是咧话，有无？就较早话即阵啊，我细汉话大汉啊，哦，福音救台湾，看咱目前的台湾社会，迷信、破坏，有无？咱你甲拍开电视，最近你有看到一个人无？有迄神棍有无？有无？你甲看，讲一罐互你透迄个蜂蜜啊，蜂蜜有无？甲你透落一罐卖6、7万块、几10万安尼啦。你甲看，
有无？所以无需要讲无知到这么情况，所以保罗在无讲无知，有无？啊，佮甲你讲啊，佮讲因为恁兜的人死去伫遐，所以遐伊是本来是伊拢利用你的弱点，恁兜的人啊，譬如讲有一个是迄个摆卡的什么死去，对不对？讲去伫遐哦，伊替你去甲医啦，讲你著爱钱偌济，互伊过来，所以有一个迄建筑商讲。规档来叫骗700几万，这电视报啦，你看到这条电视，我看到感觉足喊过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有一罐水讲加一下蜂蜜，讲卖你几十万啦，讲会甲你消灾解好，啊那安尼哦，我来讲，咱若要利用宗教足简单的，但是袂记，宗教不是互你无知啊，是让你有知啊，你有意识甲知嘛，互你知影。你明白，你咧拜啥？你咧敬拜这位上帝是啥物？毋是互你，像来你当作愚民共款愚民啦，有无？讲来信徒，讲来伊去世界各国去安怎安尼咯？讲来管遐有无？但是真悲哀。啊，咱看最近的电视另外一面，林书豪有无？林书豪知影无？有咧拍篮球的人举手，林书豪知影吼？阮囝上电啦。我家己旁边来听落去，拍波啊，哇，又进了，我30几分啊，几分到几分。林书豪是中华人，道地的台湾人，伫美国出生。伊迄个部落格，你会当上网去部落格去看哦，真正部落格内底你甲访问，含袂记伊爸母讲啥代志。兄弟们，咱要看什么，你就要看重点。爸母讲什么？伊个爸母讲啥代志？讲，我著将我的囡仔，伊若行伫上帝道路顶面，我著放心嘛。伊个意思，我甲伊个囡仔交代上帝，即个囡仔若行伫上帝道路顶面，伊著放心。所以咱知影林书豪伊大概拍赢的时阵，人咧甲访问伊讲两项代志，第一项，感谢上帝。伊讲伊是 believe in God，we believe in God。伊感谢上帝。第二项，伊讲啊，感谢队友。大家来个访问讲两项代志，感谢上帝，感谢队友。有无？即个安尼一个手安尼，单规拢穿起来，今日上界热门的迄个电视有吼，所以嘛袂记咱做爸母的啦。你对这项代志，你讲什么？你看什么？嘛袂记。我除非甲你讲，你感觉你的囡仔还袂行伫上帝路，嘛袂要紧，祈祷。交代上帝，甲上帝讲，用你真单纯的心，我所爱讲，上帝拢知影。你的一举一动，你咧做啥物，上帝拢知影。你用真单纯的心甲上帝讲，我所爱甲你教导是安尼。你莫讲我的囡仔第四人最细人因为混足去莫插伊无。有啊，你交代上帝，我所要甲你讲，所以这个林书豪伊的证明，伊的见证就是安尼讲啊，林书豪伊的见证就是安尼讲，伊的妈妈见证讲，我的囡仔，但会当行伫上帝道路的顶面，伊就放心嘛，这就是信靠。咱做基督徒人信靠到偌靠，咱做爸母的人敢是安尼，有无？我将我的囡仔交代上帝，所以我的囡仔我无需要定咧甲因表达。我规个我的囡仔，我全家拢上帝来饲啊，上帝来饲啊。包括我即摆迄个孙啊，难怪安尼笑眯眯啊，我上帝来饲。这敢无上界可靠的吼？迄个记者因太太拢特别甲我讲，要来甲我抱我的孙啊。我伫咧加拿大啦，袂转来啦，吼。不要紧，你逐礼拜就互你期待啦。你逐礼拜爱来咧，爱来期待要抱孙啊咧。OK，所以咱台湾有迷信啦，迷信有无？当下抱孙敢讲倒转来，色情、花轿、手脚，足多，伫咱的台湾的社会所发生的真侪代志，一片黑暗的时代，兄弟们。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感觉真正咱若无较紧，赶紧来传福音，咱无法度救咱的台湾。咱搁倒转咱的课程，或者咱要成长什么？到底咱要成长什么？有一本册叫做《中大成色》，是
这个欧迪史牧师伊嘴所写所讲，伊提到伫阿根廷首都，哦，咱的林仔伊就伫咧高雄嘛，等于讲伊在后礼拜登来，林仔伊就是较早捌伫阿根廷，住伫阿根廷，哦，伊在阿根廷迄个首都一间无顺一个教会，哦，做牧师的一个故事。即个伫咧阿根廷无顺的牧师，伊讲起初信徒啊啦，有100几个人，后来经过2当啊，增加到600几个，伊总满意教会增长，但是伊也感觉讲重担愈来愈重，得应付各种的事工，应付各种的事工，所以伊就爱静落来，祈祷求上帝可以开力，但圣经就启示甲伊讲，你的教会毋是大，毋是中大，你的教会是安那长肥啊。你的教会毋是中大，你的教会是肥啦，长肥啦。圣经佫甲伊讲，你的教会根本毋是亲像教会，是一个孤儿院啦。只不过你是做孤儿的院长啦，对。对这个牧者足大的打击，所以有一间大教会牧师，伊看了，伊安尼回应讲，咱的教会感觉是啥长肥啦，咱加一寡罪恶。变成做施肥那点，咱唔甘呀，敢是我做孤儿的院长呢？伊看这边的报道啦，即个真大间教会牧师，伊就安尼家己想，是不是安尼？咱足细，可能教会增长毋是只是量的增加，就会更较重要、更较要紧。就是头先牧师讲，是 quality 迄个品质的提升。咱今日咱做基督徒的人，伫教会内底牧师讲的，你看起来敢若无共啊，你气质就无共啊，无共伫倒位，放袂记，这就是你学习的功课。咱伫家庭咱对无信的人，要较大的容忍、包容，较大的贴心。这就是像顶礼拜牧师讲的，你要坚持迄个信仰，你要坚持迄个你会尽忠伫上帝迄个信仰，你会吃亏的。你会拄到一你爱牺牲的物件，你会了足济，你家己当时会了足济。忘袂记一个真正顶头生的人你做上帝讲的人，有阵你顶头生的人，凊彩开始是安了，吃亏。足济你无法度的，就是到尾变无法度。你凊彩一定吃亏的。这是牧师头讲的，袂到结局有无？咱凊彩咱一定有着要坚持这个信仰的时候有无？定叫安弄啊，遮种安尼，你定爱失去一个有无？今日安尼我安尼毋知趁偌济，我若安尼我若介意安怎的时阵，我毋知收入偌济，我毋知得到偌济，结果，看就爱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对我这辛苦要创啥？是，你凊彩开始，你真正上帝做上帝的罗卜，就算会惊你的时阵，足济，你着爱凊彩爱牺牲，爱失去，甚至含你的生命都要无去啊！要别记就是安尼啊，甚至含你的生命都要无去啊！对顶豆豆咧甲你问你上帝伫倒？你也看无你上帝，你听到你的，敢有比阮较好？伊会甲你安尼甲你刺激所以一个代志安尼，所以咱忘袂记。我就伫咧一所第413节讲啦，我有基督的心中中大性，中大性。今日咱所读的20个圣经拢提到忠直，所以咱若无忠直，教会就无法度让成长。到底咱伫什么款的顶面忠直？到底咱伫什么款顶面咱要忠直？这是最要紧。咱所习的道顶面来忠直，咱就是读圣经。当然，迄个小黄就是读迄个汉文翻过来。白话是讲，我已经深信这个，就知我要游园必定，甲恁众人相共己，以后恁的心得到进步佮欢喜。恁的心得到进步佮欢喜。我已经深信这个，
就知影我要游玩伫咧，甲恁正人相甲伫咧。哦，所以以后恁的心得到进步个欢喜，哦，而且学问说，伊所信的道的顶面佫忠直，佫喜乐。哦，当咱知信主是信仰的第一步，但是有人伊也准伊信了主就达到不定。哦，伊本来说六章第10讲啊，讲我应当以为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尽力尽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当定啊，伫迄个开端呐，伫迄个基督的道理的开端，我有当我咧讲这个哦，足侪人袂当了解。我所以甲你提示甲你讲，你一定当定啊停伫迄个所在，当定啊拢安尼。我们不要常常缅怀过去。我除非跟你讲，过去有过去的历史，咱伫新的年向头前的目标，新的年无相像的做法，无相像的思考。你的头壳才会定心呐，啊，无你拢停伫迄个所在有无？当初你所迄个拢停伫迄个所在。圣经甲咱讲啊，咱听道理，咱信主耶稣是安怎？啊，当咱信基督了的时阵啊，是伫心个心有无？圣经内底，圣经在甲你讲安尼，哇，是伫心个心的，不是你当初是抓的那个啦。我所以甲你讲，不是你当初抓抓着迄个啦，你莫定停伫遐，你定爱往头前，哦，比如来讲。你当初是抓到迄个时阵，你就爱安尼拼命，是你即摆像，比如来讲，你讲，哎，恁阿某结婚，我用阿某的譬如来讲，你甲伊结婚的中间，伊即摆咧创啥？你拢爱问伊，啊你安尼是安怎？啊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咧？有啊，你拢爱问伊啊，大概你结婚，你还袂了解伊嘛？你拢爱问伊啊，后来你免问啊。你知影恁某迄动作是咧怎？啊，使一个毛尾，你就知影有无？后摆你就免问啊，你就免阁问啊，你就知影哦，拢知影。所以牧师无定咧甲伊教着讲上帝是安怎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的上帝，对不对？伊含你一支头毛拢甲你算过啊！你看还阁遮尔无信心。伊含你的头毛拢甲你算过啊，无你家己算头毛算到几支啊？有人敢有法度？但是上帝讲，我含你一支头毛就是甲你算了。表示上帝足知影你。圣经咧讲安尼意思是讲，上帝非常认识你这个人。上帝足知影你这个人是啥物款人。你想看卖啊？上帝上帝才知影你个人才无信心，所以望袂记。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唔免遐尼辛苦，你着爱知影去感受，啊，着爱做要紧，你就是要安怎去行去做，要安怎去帮助别人，要安怎去借着你的信用去帮助别人，去扶持教会，哦，借着你的信用去扶持教会，教会愈来愈臃肿，哦，软弱的软者你去帮助伊。哦，你袂晓定来停伫迄个所在，哦，知影我头我无说咧，譬如阿某的观念，有无？你后来拢知影，伊免开嘴，伊开嘴要讲了，你嘛知影伊要讲啥 ？OK， 这是你足清楚、足明白伊啊嘛，你足明白注意太太，你的太太，咱明白上帝嘛是共款的，所以家己，但是你还佫对家己袂明白的。所以有定咧甲咱提起讲，别人拢知影你，干那你唔知影你家己。别人拢知影你啊，你个安尼迄个性啊，你的迄个性，所以你得改变。我是要讲，你个团体生活有，你才会改变。你这个团体生活内底看出你人的个性，啊，你才会改变啊。不你啊，家己一个人，你要哪会改变？你永远就是你啊。所以你了解这个融合在这个团体、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，结界身躯内底，人甲你安怎，你就是爱忍受啊。
哇，过来你就知影，过来你就你会成个磨嘛。过去你的个性，磨到学西上帝的时阵，你做工的时阵有无？拄到困难，拄到弄啊大工细有无？啊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要安怎？所以磨，啊，你的个性磨。所以这就是哦，重要紧，信主大家有对以弗所书来讲，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。哦，你心头啊，抓到迄个是啥？所以信主嘛，敢听着你心头啊，迄个是，迄是无书定咧提醒啦。哦，迄是无书定咧提醒啦。但无书人来教会咧追圣经、天中殿，有机会，无书要问你，含写拢感觉麻烦，对不对？你有哪你感觉含写拢感觉麻烦？咱来看咱今日的圣经天中殿，所以呢，最后一条咧讲给你。你看你若有写圣经天中殿最后一条，你讲啊，你看以弗所书最后一条，有无？拄啊牧师咧讲的，你唔茫敢停伫迄所，你敢若一直咧拢咧食啉啦，哦有无？以弗所书第5章，有无？这最后一条是以弗所书第5章最后遐，你若唔知影答案啦，牧师甲你讲，有无？伫以弗所书第5章最后遐，伫迄个第12节。看你学习的功夫，本来应该爱做师傅啊，请知影啊，阁有人将上帝迄个上帝迄个神圣的言语，迄个小学的开端，迄个另外教导恁，而且诚做迄个你必须要食冷的，袂当食大娘的人，13节、14节，既然敢若会当食冷的，拢无啊啦。无识这个灵义的道理啊！你对这个灵义的道理就无熟练。什么是灵义？你就对这个灵义的物件，你就无熟练。就是讲你无老练啊。甚至你对灵义啊个无法度人真正去抓着。不熟啊，不熟练，无老练无识啊。像你咧做什么代志有无？咱咧学一项功夫无吼，哇！你这真是无识啊，有无？哇！你有功夫的人有无？你还遮无识，叫你搁加练我有无？那因为伊是会啊，圣经来讲，因为你是会啊。14节，独长大成人的人，才会当食大牛，因为安那心窍习练得通达，你看。当你真正食大牛的时，你就会当安那最后一句更加要紧。你的心窍，你的心灵有无？心灵你练啊足通达的了后，你就会当安那分别好歹。即个分别重要是，圣经内讲分别啊，即个分别最要紧的。一个人你袂晓分别的时阵，就是叫骗啦。还了意思无？你自己不会分别的时候，就会容易上当，容易被骗。看下咱真诶有无？皮啊甲马啊，你就袂晓分啦。皮啊甲马啊，你就爱等下伊看啊，有无？来讲就爱到伊，拢大到迄，你才知影原来是皮啊，原来是马啊，毋是啊。你若会晓诶人，伊看就知影，这是皮啊，这是马啊，特别摆毋对，只会放袂记。圣经内底有一个所在，你要看最后一条就是咧甲你讲安尼，你就会当啊。分别好歹，就是你无容易受骗。你嘛就是讲你袂用骗，我顺便甲你讲，有时候你太，咱有当时咱太，咱想过讲我绝对袂安怎，结果你就是去用骗。到尾啊，你大家嘛讲你足自信的，到尾啊，你嘛是用骗。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要练打通。其实，伫遮咧甲你讲，你心练达通晓迄个意思。圣经甲你讲，伫遮咱看这个以弗所书，伫遮甲你讲，你着爱因的心窍习练得通达意思咧甲你讲，就是讲上帝话，你对上帝话，你上帝话，融会贯通啊！上帝话伫你的头壳内底，你咧食上帝话，你爱融会贯通，你着爱定爱练习啊！袂使停诶，袂使定讲我到时我才来看，出代志才来看圣经，出代志较紧诶，圣经多一代上帝咧甲我讲啥物？
上班啊，是出类的，无输来上班啊，伊上帝啊，所以无输要甲你讲，咱咧读圣经看毋是到时阵咱才来安怎？你要常常练习通达，哦，你的心窍通达。我要甲你讲，只有上帝话会通达你的心窍，别人拢袂，只有上帝话有无？所以上帝话希伯来书我甲你讲啦，亲像安啦，双面来剑有无？上帝的这个双面来剑会破你的剖析你的，甲你破到你的内底迄个啥？迄个灵骨啊，有无？咱灵，我除非问你一个问题，咱的灵的骨你看会到袂？灵的骨你看会到袂？摕出来我看卖啊！你想看卖上帝甲你内底迄个灵骨，迄个灵的骨甲你破。圣经的话是上帝真理的话，只有上帝的话我都能破到你的内底。所以你得要练习的通达。你会像人咧学功夫的无？学功夫叫做什么？你知？学功夫，你会记？你也看迄小说，武侠小说的时候啊，啊，甲你打通你的啥？二度任脉，甲你拍通无？哦，你拍通的时阵，你就规个拢，那就叫做心窍练习的通达有无？所以上帝话伫你的内底，你拢足内行的，足练习的通达。姊妹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即个我定敢若兄弟姊妹咧接触，我毋是干咱啦，我别教派，还是讲甚至咱教的兄弟姊妹，我定拄着，我拢足家无，我拢甲考试圣经啦。我甲问我圣经咧讲来讲，袂怎头一摆听着牧师咧讲啊。比啊，我嘛做中集的，足侪拢做中集。顶解个别礼拜我去拄着另外一间教，我嘛甲伊讲，伊袂说咱头一摆听着我讲的。牧师要甲你讲就是安尼啦，你是无咧练习通达，你的话语上帝话，你要定定练习通达，你才袂叫骗，才袂受骗。上帝的话是真理，是剖析你的灵魂。讲到这，牧师感觉这重要紧啦，吼 ，OK。因为咱追求信仰的教会吼，咱看，咱遮有讲了菲律宾一间教会，伊菲律宾这间教会是安怎呢？这间教会，哦，伫这个菲律宾的这间教会，伫菲律宾这间教会，就是讲，这个，哦。我讲我对。哦，菲律宾这间教会哦，伊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咧鼓励信徒，伊遐咧背圣经啦，背经文啦，佮背几百集的经文，就将迄个名写伫迄礼拜堂的迄个墙外面顶。啊，结果教会经过6个月了后，人数增加一倍，第二佫增加一倍，可见追求信仰的教会吼，所以。这菲律宾的教会是安尼啦吼，而家牧师有拍，用讲，伊是咧，这个牧者咧鼓励用背啦，啊牧师来咱教会叫咱写，啊你有咱含写有，含写都麻烦啦，哦，但是你来注意，你含写都麻烦，我讲叫你背，叫你背你搁较，有一间教会，伫咧台北有一间教会，我拢迄牧师拢鼓励教会啊背圣经啦，拢背，哦，所以。菲律宾这间教会，哦，所以牧师咧鼓励信徒背这个经文，哦，菲律宾这间教会，后来这间教会越来越进步，所以可见追求信仰的教会，信徒会读经祈祷，会先参加礼拜，哦，你参加礼拜毋是讲是个心啦，哦，个心参加礼拜，哦，即个人拢讲牧师啊，我定不是咧坐钱啦，我为什么要来礼拜？我甲你讲一句话。礼拜敬拜上帝是属的源头。你互你的囡仔去教会，你敢会感觉拜？有诶，足个无信的来到地拢嘛足，其实伊嘛足毋望伊的囡仔会当去教会，因为人讲去教会囡仔才袂变歹。啊，你为什么太互你的囡仔失去这个机会？你搁安怎嘛得互你的囡仔？为着你的囡仔将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咧拼，我甲你问一个问题，你咧拼咧讨谈咧拼。拢为着啥物啊？敢是为着你的子子孙孙，为着你的子孙的将来，对不对？安尼拼才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啊你
你的囡仔拢失去，像那个林书的林书豪，有无？伊的爸母就讲，我的这个囡仔吼，我若知影我的囡仔拢行伫上帝道路，我就放心啊。就伊会放心伊的囡仔，就来去受过吼。所以，这间教会就是安尼，所以绝对追求信仰的教会，绝对是安尼。所以这也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哦，迄个调头，可以有真侪人对信仰拢感觉好，已经 OK 啊。所以保罗在讲，你为什么家己自夸？牧师定咧讲，唔通自高骄傲。你为什么家己自夸？什么人讲道理，我已经啊拢明白啊。你也免查经啊，免听道啊，拢唔免。但是咱唔茫正做长不大的孩子，有两个囡仔。当咱每一个人有两个，你有生两个囡仔用在，当你第二个囡仔要出世时，第一个囡仔已经啊大汉，有人信主几啊年，还阁是婴仔的信徒。咱需要有长进，伊个道理伫信仰上啊，加追求，咱才会当提高素质。哦，像牧师爱实际上语重心长的甲咱讲，哦，你爱安尼才会当提高迄个素质。第二，伊主的稳定甲栽培顶面长进。哦，你看彼得后书者，咱有法用去彼得后书第3章顶拄则无读的，哦。彼得后书第3章18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18节，恁着爱伫咱的主叫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栽培顶面有忠贞，稳定甲栽培。吼，所以基督徒所应该受的拢是稳定，咱拢是稳定。所以信徒不望信徒直直受稳定，去领悟上帝稳定，直直去得到主的稳定。所以当你愈感受迄个稳定的时候，你会哪愈感恩啊，来就。所以人咧讲，你困得起床，就是上帝稳定。真正你困得起床无？啊，感谢主，搁老外的话，哦，所以。毋是直直蒙恩，直直得到上帝稳定，啊，伫遐来骄傲。你若是更较迫切需要挖靠上帝稳定，所以，若你有即种的脚步，牧师来讲，你有即种的脚步，表示你真正正咧忠心，若无你拢停伫迄个所在。哦，所以毋通袂记，咱需要更较迫切挖靠上帝稳定。所以你若是有即种的较无的时阵，表示你正咧忠心，明即位，人袂记，你要有较无迄种稳定，上帝稳定，哦。所以代表伫西边就差别的啦，就讲我一世人拢有啊，要有稳定甲自爱，稳定甲自卑，有无？对我到一世，有无？西边就差别有，你去看西边就啥？佮西边65篇11节佮讲啊啦。我用稳定最宜当的面语，有无吼？用稳定最宜当的面语。所以当保罗咱到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啊，我会稳定教育你的。所以咱有一条歌有无？稳定教育你。所以，阮大家伫新的一年，茫袂记，牧师伫咧透过上帝为你甲咱面的，加追求上帝稳定。所以当你享受稳定的时阵，你茫袂记的感谢。哦，咱愈知影，知影，你会懂得感谢，你知影感谢上帝，上帝稳定啊，会愈修饰互你，来就会，这就是重点，这就是重点。哦，以上，再办是对真理甲对上帝的明白。我头先讲的稳定，所以伫个稳定甲再办就是对真理甲对上帝的明白。哦，咱啊，属灵的经验甲对真理的明白是。互相关联的哦，遐个，咱属灵的经验，甲对真理的有互相关联，所以咱的人物愈济，哦，你的人物愈济，你头先有你通达，你的上帝话你通达，哦，人物愈济，你属灵的经验会愈深，哦，唔通倒变，唔通倒变，有足侪人拢在来甲要看神迹，但是讲要神迹，啊对上帝话全部都唔知，哦，拢唔捌，迄会唔对伊。迄唔对伊的，
你哪会杀唔对？伊撒旦其实撒旦拢会变魔术的，撒旦嘛会行神迹。你听说人家护士第二章安怎讲？借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大项的神迹。来，你个人讲牧师大概咧甲你讲哦，你拢无咧甲我信道，你拢无咧听上帝话，你定爱说你，毋茫定来甲咱想讲要看有啥物神迹啊？有当神迹，你若根基无好，你若根基无好，你上帝的话拢毋捌。来，你先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来。你讲牧师你讲的是安怎？是根据啥？我毋是只甲你讲撒旦会行神迹，这毋是讲我家己发明的。圣经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啊，好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有无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9节，来做伙来念。这个不法的人，有见到无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9节。这个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行，行大项的神迹奇事，甲一切虚假的奇事，有无？嘿，撒旦的行神迹，行假代志，互你信以为真啊！啊，你就是讲哦，是安尼啦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对上帝话，一定爱明白，你大家爱明白用，啥人你爱明白上帝话？牧师有定来讲。你要用上帝来检证，这是出自上帝啊，毋是，有无？你要用上帝话来检证，这是出自上帝，毋是你家己检证啦，毋是你家己想啊，家己去检证，毋是啊，你要用上帝话来检证，是毋是你杀掉的是上帝？哦，所以毋通袂记来，所以你明白愈侪上帝的条文，你会愈清，若无信仰诚最基本。对真理的看法就会偏差。我顺便甲你讲，对真理的看法你就会偏差，所以你就爱啊追求伫栽培的顶面忠进。所以是物人甲你讲免读圣经，免查经啊，袂使。你一定爱读圣经，认真读圣经，爱查经，捌就爱问啦。啊，毋通假搞，我无解。圣经嘛来讲，毋通做多人的师傅啦，毋通做一个人的师傅。师傅敢若一个。哦，只有上帝是咱的师傅，耶稣基督是咱的师傅，真正的师傅。所以上帝话你甲你讲什么，你教导你什么，你一定爱知爱明白。上帝你甲我讲什么，毋是你家己讲的。啊，无啊，你着爱安怎？毋是你家己。所以上牧师头讲的话，我讲啊，你是根据啥？我讲撒旦的照撒旦的运行，行大家的信仰，这毋是牧师家己发明的，这是上帝话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。所以上帝会甲你讲，有撒旦嘛会行神迹，会甲你欺骗。啊，即摆即个不法的人已经徛伫上帝殿啦，坐伫上帝殿啦。你爱知影有即个人教派，即个人教派，即个不法的人已经坐伫上帝殿啦。除非甲你提醒甲你讲，哦，啊毋通黑白衫，啊毋通黑白拜，你一定爱照圣经上帝教。后面咱基督教毋是拜拜，是大细声啊，哦，你遐。像我定咧甲你讲的，我无遐去提醒。我甲你提醒，主流嘛共款啦。我无需要问你一下，主流咧教啥？主流大经教的甲细经教的，大经教的会敢有教 ABC， 甲咱细经教的主流敢有教无共？无啦，毋是共款咧教迄圣经的道理信仰吗？你毋是主流，毋是拢咧教信仰吗？阮细汉，我就是伫咧庄稼教会出身的嘛。敢是安尼？那呢，我毋是今日细经教会拢乖乖拢来大经教会，拢来常年教会。咱附近的教会，大拢讲拢来常年教会，因常年教会啊，师资上济啊，人也上济啊，啊，拢来遐，啊，因咧教拢甲咱无共嘛，无迄个代志啊。我所以甲你讲，信仰是，你主要就是咧教你信仰的，是咧教你 ABC 啊，係怎个忘袂记，你一定爱正确的观念。你的信仰对正确观念，哦，对真理的看法你才袂偏差，哦，所以爱追求你栽培的真理更加重视。你栽培，这栽培这个是讲，以圣经的知识方面，以圣经的道理的方面，哦，上帝话语的方面，你定爱去追求这个方面的重视。哦，我就保留真正重要记是咧甲咱讲的，请咱当心出来记得。咱下一课哦，佮继续啦吼。还未讲了，下礼拜吼，咱三个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感谢你的稳定甲听谈，
做我要安怎伫什么款的顶面来成长来终结，就比你帮助我，毋是靠阮家己，是靠上帝你，靠上帝你的话来帮助我，对吧？因为上帝你帮助我软弱软弱的心，我了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，来论德通达，晓悟，会晓分辨好歹。而这个世代，特别是这个世代，这个西方的时代，讲白贼的时代，这个白贼迄款的时代，阮着更较安怎装备阮家己本身，伫迄稳定甲在外顶面，阮着更较学习这个功课，追求终极，对吧？就是帮助阮，软弱的心性，互阮的兄弟姊妹每一个，阮的中级，拢会晓得期待的上帝，更较进步、进展来学习这个能力，装备阮本身。你的面前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过最后顺道来求。